就因為就在音樂劇的時候，你需要跟大家合唱，合唱很難啊，因為你自己唱的時候，你是跟音樂自己唱的嘛，你合唱的時候，大家唱的東西都不一樣，所以你就可能聽了他們唱的東西，你會跟着他們走，所以你就唱錯，所以那時候我就 Oh my God， 我記得表演的。不懂那個星期，可能前幾天，哇，我還是唱不對，所以我在廁所就在那邊哭啊，這樣崩潰。對，因為我真的很想就把事做好，可是我們排練了幾個月了嘞，還是唱不對，我就 Oh my God， 我真的好爛啊！所以你不是技術的問題，而是你會被拉走。对，就可能不夠，因為我有些朋友他們是有合唱團的經驗所以他們就比較容易。就因為我沒有參與合唱團，所以我跟大家唱的時候，大家唱不同東西的時候，我就完蛋了但音樂劇還要跳舞對不對？對，所以我們這個劇團，因為我們不擅長跳舞，所以我們跳舞的細節就比較少也是比較重視唱。对，有跳舞也是簡單的動作，沒有那麼複雜。因為yes。那演戲這件事呢，你有遇到什麼困難過嗎？就因為我比較理性，所以需要感性的部分的時候，就可能找不到那個情緒會表現有時候就看不到我要演的東西，演不出來之類的。對，就理智上我知道我需要在這裡，我需要這樣，可是就演不出來了。然後現在就比較克服這件事，比較容易了。